好，提神的，看你们睡着了，唱一些热闹的。好不好？刚刚唱一唱，我都很想要唱《还我土地》，因为太想家了。好，我们讲到这。都很漂亮，有机会啊，去那边玩啊，就是帮忙促进一下部落的产业啊，住民宿啊，吃当地的料理啊，可以的话，剩下的钱可以生态导览啊。但是我觉得就不用住大饭店，因为我很怕那么漂亮的地方被 BOT， 那么漂亮的海滩跟山，你现在去啊，海景第一排都不用钱，因为没有盖房子。等到盖房子要海景第一排哦，不好意思，5、6千跟垦丁一样的价钱。我觉得到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原住民虽然讲还我土地了，但也不是真的还给大地的，懂吗？就是这块土地、这样的海、这样的山属于大家的。我们一起共有共享，好不好？好。帮忙一下。